兄啊，今天的气氛不同，费玉清要好好为我们大姐唱几首歌曲。我先献一首歌啊，祝福她。祝福我的。你给他跟几条，前奏要跟结婚前奏就要有结婚关系进行曲那种感觉，给他跟几条啊，情况没？好的，献给你。哦，听了人都爽。你刚过来呀。谢谢谢谢。这个临时还有办法弄出来，哎呦，够金，这个就佩服，让他存无几票啊！哦，赞赞。哦，这个夸张。徛踮咧等我，愈想愈悲哀，你敢会当了解？祝你幸福，祝你快乐，目屎经忍不住滴落来。哎呀，赞赞赞啊！哎呀，我靠，这就给人感动。要不要 NG？ 谢谢。冬天那个一去嘛，就有那春天来。春天那个一来嘛，就有那百花开。手拿交剪，剪出个双喜字儿，喜字儿成双，人儿也配成对呀，配成对，配成对呀，配成对，喜字儿成双，人儿也配成。今天夹克肥鸟怎么一出来就喜气洋洋的？是，你也感受到了，马上就感受到了。给那里也是个特别来宾啊，马上怎么奔夜这个喜气啊？真的吗？分享他的喜气。哎呦，哎呀，待字闺中多年了，马上在这几个月内就要成为人家的新娘子了。这么说，这一位是大家很熟悉的。哎呦，他的婚礼，听说如果要举办婚礼，那可是世纪大婚礼。可是我们歌坛一件大事，不对了，今天到底这个人是谁？先请他出场再说。哎呦，陈英杰小姐，哎呦，是一哦，是啊，谢谢谢谢。我先唱歌哈。那天我和你初呀初相逢，就和你有了情呀情人梦，情人梦滋味甜甜蜜蜜，真情比酒浓。我把我的心印在梦中，你把你的心印在梦中，情人梦呀情人梦，永远被歌颂。大姐陈英杰小姐，谢谢谢谢。欢迎欢迎。哦，我不敢相信，刚才费玉清说的人，他嘴巴所说的歌颂赞美的人，就是阁下吗？啊，无，这嘛是什么人？哎呀，他早就想开了，什么想开？这嘛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想开了。我结婚你不欢喜哦？我当然嘛不欢喜啊？什么不欢喜噻？是啊是啊，因为你知道他可是娶到他的男人，那真是有福气啊 ！Fucky 啊！因为我们观念比较旧啊，总觉得说他资历比我们这个前辈我们好像不可以随便造次，就这样看光阴蹉跎。
岁月如梭。哎呀，这样美丽的一朵这么有成就的鲜花，就要双手奉到别人的手上。啊，你唔得早讲，你早讲，也许我都给你安尼啦，我给歹无好的款，我给绝对无好，你给呀？绝对歹啦，那也歹咧，嘛不一定咧。好呀，好呀，当然嘛好咯。好多一，你唔係講幾點我調下咪有什么啦？好处没讲？來，工地秀，咱两个同齐去做。唱片我可以帮他出主意哦，所有宣传都由我一手安排。我们的圈内哪一个朋友不是在我的管区之内？對對，我敢挨下自己的。你的客盘呢，大概刮钱替你请。她这个女性是女中豪杰，做事情爽朗干脆，不拖泥带水，对不对？而且有倒贴的行为。小查甫你这来讲啥？其他拢无重要，这点就是我上准的所在。那抓到伊真正结婚到20年以上啊！今天的气氛不同，费玉清要好好为我们大姐唱几首歌曲。我先献一首歌啊，祝福她。祝福我的，你给他跟几条，前奏要跟结婚前奏就要有结婚系进行曲那种感觉，给他跟几条，我来情况好的，献给您。哦，听了人都爽。你讲落来啊。谢谢谢谢。这个临时还有办法弄出来，哎呦，够金，这个就佩服，让他存无几票啊！哦，赞赞。哦，这个我赞。徛踮咧等我，愈想愈悲哀，你敢会当了解？啊，祝你幸福，啊，祝你快乐，目屎竟忍不住滴落来。哎呀，赞赞赞啊！哎呀，哎呦！我感觉你吼，你今日，哎呦，这单小分唱的歌曲，你刚刚讲跷跷板了。什么东西忍不住滴落来？我们想说代表男性啊，不是什么东西，这好的查某囡仔用我抓是。在研究你刚刚唱那个什么东西忍不住滴落来，但是伊主持时间。你把拜托滴落来，你卡住哎对呀，我看了，你免来笑，等笑安尼创啥？让他变吉普赛给我滴。人家快要结婚，喜事已对，你尽，嘛拜托，看人家流眼泪先。把屎滴落来。代表所有男性，看来这优秀的那个女性都要用抓。哦，替我欢喜流把屎就对了。好，有理有白丢。我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，哎呦，真的，康这个人就孔康不得了，我要好好祝福你一下哎呦，。很难得哎，真的。来个听看了。要笑，目笑袂出来，要哭，目哭目使，是你汹涌来逼我，唔通解我无心肝。好啊啦，真是不是我这讲，是啥咩？比我迄条更较对，嗨。一直在哭，头头伊迄是无共咧，迄是讲哦，是欢喜流目屎。你即摆是袂真袂？哎，你你即摆是安怎？你对大指头安尼啊？所以光名叫见唔着人。你们这是乱唱。我替我大哥出气啊！没有，那见了见着人。这两个人不是我在讲。那你要祝贺我啊，换你。我来了。啊，你来，好了。把我想卡贵呀喽！我底下的唱套条啊，我跟你讲。对对，您这个婚后有怕什么？有计划不？我看当时要来生一个啊，囡仔。顺其自然呐，顺其自然。那顺其自然呐， 1年8个不要这样做，一定说爱安怎啦，对吧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是在开玩笑，大家老朋友，别人可以顺其自然，你还能顺其自然啊？你第一个高龄产妇，你还顺其自然，那就麻烦了。今天我们难得的是，我幸福啊，还要多唱几首幸福的歌曲。哎呦，怎么会有这个音乐？空腔，为什么？哎，几个那种你看音。鲜花过来了，哎呦哎，今天是，哎呦，哎呀，这新歌啊！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们
在天上的父，哎呦，我给你祈祷啊！我们尊称你的名为神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哎呦，有光！感谢您在多年以前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人间的精灵，他把欢乐的歌声散播在我们的心中，那就是陈英杰小姐。我们虔诚的祝福她有幸福的人生，美丽的前程。谢谢。我们这样虔诚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。哎呀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，非常感谢，感谢，谢谢。看到没有？还是老朋友最好。我们的节目是千变万化，充分掌握住这个来宾的他的资讯。他今天生日我们都知道，几岁我们都晓得，无所谓的。但是今年安不头呢，是讲啊。不得唔是讲。哎，晚上不能讲，不，今天不能。今年是讲。好，唔是讲。把这个欢乐的气氛，在一阵生日歌之后，让我们大家合唱一首歌曲吧。我俩在一起，我俩在一起，我俩在一起，丝丝不分离，花前相依偎，水伴两相惜，山前同歌唱，月下依稀，海枯石可难，情深永不渝。谢谢。今天非常谢谢陈英杰小姐花，谢谢谢谢，锵锵舞，谢谢。哎，1、2、3、4。耶！